在防疫期间，所有活动拢暂停。屏东的家扶中心今年有4户寄养家庭要退出，需要安置的囡仔无地所在通去。屏东家扶中心暗算利用线顶说明会，招一寡热心的民众加入寄养家庭。还不错呢，他现在在学会握笔。他握笔是蛮不错的哦。哎呀。 3岁半的阿福，佮有寄养家庭的爸母，做伙透过网络佮社工开讲。疫情期间，屏东家扶中心减少访视，嘛是要了解寄养家庭的情形。而且，这对退休的翁仔某，拢总照顾3个囡仔，实在是因为6岁以下需要安置的囡仔，这几冬愈来愈多，有时一个家庭爱照顾2个幼囝。 阮总共有迄落20几个囡仔，嘿，啊，佮其实真正照顾才24户会当照顾，嘿，啊，所以其实这个家庭会帮阮照顾到第3个，是因为今年其实我嘛无所在会当囥啊，嘿，啊，因为2个翁仔某是专门咧顾囡仔的，嘿，啊，因拢对翁仔开始帮阮顾。目前伫屏东家扶中心有48户寄养家庭，照顾74个囡仔。 其中，干那24户会当顾幼囝。今年煞有4户家庭因为年岁大想要退出，疫情期间一切宣传拢无啊，袂当受影过去外口办活动。不过实在真欠寄养家庭，因想着用线顶来办说明会。阮第一届用线顶的方式来招募寄养家庭，打电话来屏东家扶中心寄养组，打电话甲阮讲，伊要报名来参与这个说明会，阮就会将遐资料拢寄互因，啊，因会，阮会用 Google Meet 来处理。26个线顶说明会，屏东家扶希望年岁25以上有收入，而且厝内有空间的民众，做伙来做寄养爸母，或者囡仔有一个安心成长的所在。记者陈亚文、罗维做屏东报道。